當你知道你自己其實係乜都唔識嘅時候，當你知道自己什麼都不懂的時候，當你願意面對其實你以為你識好多嘢嘅時候，當你願意面對你以為自己是懂很多事情的時候，當你真係知道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係井底之蛙嘅時候，當你開始知道原來我們每個人都是井底之蛙的時候，當你知道呢個真相，當你知道了這個真相，你就會開始謙卑啦。你就會開始謙卑。喺呢個地上面最簡單嘅，在這個地面上最簡單的，點樣可以謙卑得到？怎樣才能謙卑呢？你接受你真係如此的渺小，你就接受你是真的如此的渺小。你接受其實你接受其實什麼都不是，自己什麼都不是。同埋我邀請你試下參考我呢句說話，以及我邀請你參考一下我這句話。傲慢並不可怕，傲慢並不可怕，假謙卑先係最可怕嘅。假謙卑才是最可怕的。試下問一問自己，嘗試問問自己，我係真謙卑定係假謙卑啊？唔係，sorry，我係真傲慢定係假謙卑？我是真傲慢還是假謙卑呢？要靠自己穿越出去。這個就要靠自己穿越出去了。